长期以来，伫咧家己东少推设社区产业甲环境教育的家己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规划5天的营队活动，要互外地学生囡仔伫咧东少体验生活过程，那学习对环境友善的养殖知识，也带囡仔透过营队活动，搁较入捌东少这个所在。在地勇士的下面，向营队的囡仔紹介营隊上課的環境。家己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舉辦體驗東少的課程，要帶外地來的囡仔學習勇士漁業安怎做，才會當對環境較友善。會當互伊了解講地方的產業，地方產業，包括因為畢竟是當要都市，可能較無所在通走，他們接觸這物件的機會較少，透過這個課程，會當互伊，更較親切去介紹。東少是家己縣沿海的偏鄉。家己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表示，這裡後來營隊連續舉辦5天，要互參加的學生囡仔為產業、務產到自然環境做一屆來認捌東少這個所在。阮想講，互外地小朋友，也是講對東少無熟悉的其他的小朋友，會當透過阮的這個活動，會當參加了解這東少有啥物特產啊，有啥物好耍的所在，会跟我分享很多的知識，还有玩很多好玩的遊戲，還可以了解漁民的生活。用體驗生活的方式來推廣環境教育甲實用教育。主辦單位講，除了讓囡仔佇學習的過程體驗增加生活的趣味，嘛希望會當讓東少不管是產業或者是自然環境，攏會當有更較好的發展。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